Hello， 各位，我係 Yandy 啊。今日咧去咗深圳國貿站嘅紫陽按摩啊。咁紫陽咧最近咧就搬咗新鋪喎，搬咗上樓上，由5樓搬到上6樓喎。今次咧就佢哋嘅新店咧度睇下啦，順便做埋按摩㗎。雖然咧已經嚟過好多次啦，但係都簡單咁樣講一講點樣嚟呢一度先。喺羅湖過咗關之後，坐1號線，坐一個站去到國貿站嘅 B 出口，其實只係金光華商場一條馬路之隔。紫陽按摩就喺深圳國際貿易中心嘅6樓，嚟呢度按摩真係非常之方便啦。咁我哋而家入去啦，咁我哋揀翻低層嘅 lift 去6樓，仲諗住搬咗新鋪會加價啦，原來係冇加到價，依然都仲係48蚊啊，真係非常之抵啊！紫陽影院捉道，入去望下新嘅環境先，哇，靚咗好多喎，好華麗啊！呢一度就係接待處啦，接待處隔離呢，就係按摩大廳。店鋪比以前大咗好多喎，呢一度有15000尺喎，環境乾淨、衞生、闊落。跟住我哋再行入去望一望啲按摩房先。長長嘅走廊行入去有好多間房喎，有唔同嘅房間配合唔同嘅按摩。每間房都好大喎，空間感十足。咁而家呢，我哋都開始按摩啦。我個 friend 而家做緊呢一個呢，就係48蚊40分鐘嘅足療按摩。首先呢，按摩師呢就會準備咗熱水啦，艾草浸腳。一路浸腳嘅時候呢，就已經係開始按摩㗎啦。咁所以係做足40分鐘嘅。浸腳嘅時候呢，就會先幫你按頸啊、肩啊、膊頭啊呢啲位置啦、腰部啦。然之後呢，仲會有收腳啦。之後仲會有腳底嘅穴位按摩啦、小腿嘅按摩。紫陽按摩呢，每一位嘅按摩師呢，都係非常之有經驗啊，所以按每個穴位呢，都係好到位。按完背脊嘅位置之後呢，就會坐返去梳化嗰邊位啦，跟住就開始收腳。咁刀片呢，都係一次性，同埋喺客人面前呢，係會即時開封嘅。咁按摩師呢，就會將厚嘅死皮呢，就收走佢嘅。成個過程呢，都係睇得到佢手法非常之純熟。咁跟住之後呢，就開始腳底嘅按摩啦，同埋小腿嘅按摩。另外關於小費嘅問題呢，紫陽按摩係全部都係免收小費嘅，而且消費滿48蚊呢，仲會送太陽眼鏡或者老花眼鏡一副添。你哋冇聽錯啊，真係消費48蚊已經送副眼鏡啦，就喺佢哋5樓嘅港人眼鏡。即係你哋喺6樓按完摩，落一層去返5樓，就可以免費拎埋眼鏡啦。呢一個48蚊嘅足道按摩真係非常之值得一試。跟住呢，佢哋有個體驗價啦，198蚊有50分鐘嘅正骨同埋推拿喎。咁見到呢個價錢呢，好似都幾吸引，所以試下。因為我 friend 成日都話佢條腰好痛。咁理療師呢係會先幫佢推拿啦，然之後再正骨嘅。椎間盤生理曲度稍微輕微變直，在這裡，這是第3塊腰椎啊。第3啊，第3塊腰椎，腰椎有5塊嘛。啊，他這會等一會兒，他先推拿過了以後，我們要給他做矯正。啊，他的輕微的膨出，看這是第4塊。那不是第5塊。他這個是肌肉勞損。肌肉勞損，肌肉勞損，像這個肌肉勞損，看我現在按的這個就腰方肌，也就是最容易勞損的地方。來，你看這個肌肉很緊張嘛，所以這個放鬆。他肩膀還可以，肩周這邊可以，網球肘啊、高爾夫肘啊、肩袖炎呐，好，肌肉酸脹。
放松的情绪，听到没有？哦，对，放松，哎，对。OK， 歪了一点。第四呢，它就朝左边，它是一左一右的嘛。啊，你胸椎剛才想的胸椎就是第三胸椎啊。理療師咧非常之專業，做完之後咧仲細心講解我朋友啦邊一個位置咧有問題啦。曲度變直了，你看我按下去，你很酸脹嘛？正常是不會酸脹的，那是骨頭啊。第三、第四、第五，輕微的生理曲度膨抽，不是突出哈，小問題。就是我們經常久坐，身體往前面傾斜嘛，這個背就拱起來了。啊，這是我們的工作生活習慣，小問題啊，你這個就是你推拿帶正骨，慢慢把它穩定的。因為你上了年紀了，你看像60歲，動的骨刺、鈣化、增生，那個腿啊，你睡覺的時候它就麻，抽筋了。我是經常碰到過，那個就很麻煩。你現在就是注意保養啊，跟車一樣，你個螺絲鬆了，你緊一下就 OK 了。冇問題，好，謝謝你，OK 啦嚇。跟住呢一位呢，就係康中山高級理療師，有晒專業證書認證。咁佢呢有個體驗價啦，99蚊30分鐘，所以呢，我 friend 呢都再試埋呢一個體驗。咁因為每個人嘅症狀都會唔同啦，譬如佢痛嘅位同你痛嘅位又未必一樣嘅，痛嘅辛苦程度又唔一樣啦，所以咧理療師咧係會因應唔同嘅客人咧，針對唔同嘅部位啦，同埋唔同嘅症狀去做嘅。所以而家畫面上面你見到佢呢個手法咧，又未必你嚟到係用呢種手法嘅。拉伸一下他前側的股四頭肌，來坦白下。咁紫陽按摩店咧，其實都真係幾受歡迎嘅。如果嚟之前咧，可以聯絡佢哋啦，留一留位啦，會比較好。尤其是假期嘅日子咧，記得要打嚟 book 位先，因為真係好爆場。上次我同我 friend 嚟等咗半個鐘頭都冇位啊。咁今次嘅分享咧就差唔多去到呢度啦，希望你哋會中意呢條片啦。想睇更多吃喝玩樂嘅資訊咧，記得訂閱 Yandy 啦，記得撳埋個鐘仔，有咩新片上第一時間就會通知你。睇完條片記得俾個 like 我，同埋俾個留言我啦。多謝晒各位收睇啦，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